大家问千万日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后一礼拜日就是母亲节，有的人就会买剪羊仔花送给老母，感谢老母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日读做剪，自然剪第二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剪就是加刀，有人讲是加剪。另外剪嘛当做动词，讲是用加刀加互折这个动作，咱讲是剪折。另外加长嘛有人讲是剪长。画歹脚头做手，咱讲是剪脚；也个有剪仔龟，嘛有人讲是加刀糖、加剪糖；也个有剪羊仔龟，嘛有人讲是牛屎龟；也个有剪糖，有人讲是剪仔龟，嘛有人讲是另外一款的酒切较纸的糖；也个有古早买布料，有人讲是去剪布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剪羊仔花，就是华语咧讲的康乃馨；第二个词读做剪柳啊。意思就是专门伫公共场所甲人偷摕钱的贼仔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为了要庆祝母亲节，真侪人去传统花市啊买花要送老母，人潮特别多。大家小客都要特别注意剪柳啊，可能会趁机会出来转价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剪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